今日我哋喺呢個黃沙水產批發市場門口呢度嚇，黃沙水產呢，其實我哋作為一個老廣州啊，有朋友喺外地翻嚟又好，喺內陸過嚟旅遊又好，通常俾電話我哋啲老廣啊問，喂，食海鮮去邊度食？咁嚟到廣州，我哋第一時間就諗起啊，帶你黃沙食海鮮啊。個數過就好似8間酒樓，即係海鮮酒樓，類似香港嘅西貢啊、鯉魚門啊，或者係東京嘅築地啊呢啲咁嘅位置啊。喺呢個90年代之前，呢個黃沙水產批發市場係一個裝卸嘅碼頭嚟嘅，新豐港啊到呢邊都係裝卸碼頭。以前啲交通唔係咁便利嘛，好多嗰啲大型嘅物件必須要靠水路運輸，由海嗰邊入珠江，喺呢邊卸貨，咁啊再喺新豐港個貨運嘅火車站，或者係陸路上貨車咁樣去運去其他地方嘅。即係呢啲咁嘅水產品呢，其實好寬鬆，即係任由你自由買賣。多數以前就喺沙基涌或者係黃沙靠沙面嗰邊沿岸疍家嗰啲漁民啊，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，又有炒螺啊嗰啲嘢，好多比我哋大少少，大10年8年左右啦，講喺岸邊啜螺飲啤酒，咁啊就係呢種景象啦。去到後來呢，其實點解會發展成黃沙水產批發呢？咁啊始終裝卸碼頭呢樣嘢呢，隨住呢個社會交通嘅便利，逐漸式微啊。因為近珠江出海口嗰度呢，會有更多一啲大型嘅碼頭同埋停大型船隻嘅一啲岸，更加利於佢哋呢啲裝卸，例如黃埔港啊呢啲。開始呢，咁就轉型啦。咁去到90年代初呢，因為咁啊你冇咗碼頭，冇咗裝卸呢個功能呢，咁啊變咗佢好難去生存得到，咁啊只能夠利用原先嘅碼頭嗰啲個優勢，咁啊改成黃沙市場。喺嗰一年就形成咗呢個黃沙水產批發市場。初期呢，就允許商家就自主經營，出幾多入幾多啊，自己計數啦，咁吸引咗好多商家過嚟呢度嘅。95年呢，國家農業部就承認咗全國水產品嘅中心批發市場，確定咗呢個黃沙批發呢個地位同身份啦。咁啊全國基本上係最大呢度噶啦。當年啊，你見到路邊嗰啲泡沫箱擺出嚟，有好多種品種嗰啲呢，基本上係零售嘅。上去嗰啲海鮮加工嘅場所去食之前，咁啊喺度買嘅。咁我啊試過一次呢，就睇住佢換噶啦，啲九字蝦俾你揀嚇，咁啊你肯定要揀啲生猛噶啦，咁啊揀完之後一稱斤半或者2斤咁啊俾錢佢，以前仲現金噶嘛，佢係擺喺佢面前，咁啊找完錢計完數咧，佢一斥上嚟，一行開2步咁啊打開嚟睇下啦，面頭嗰啲仲跳跳紮嘅喎，但係底下嗰啲全部死嘅喎。呢個口碑好唔好嘅？後來即係有咗市場監督之後咧，就呢個現象咧基本上杜絕咗冇。喺個室內嗰啲咧，全部係做批發嘅嚇，而且佢啲批發咧好專一。咁我做象拔蚌，佢就齋象拔蚌嘅；做貴價魚就專門做貴價魚，好少野生嘅。野生都有，但係價錢基本上係乘以2咁上下。一陣入去望一望，好多進口嘅嘢。咁啊進口嘢咧要靠飛機喺外國運過嚟，因為飛機運貨咧比你船運快好多，12個鐘之內一定到得到噶啦。1個鐘之內喺白雲機場就嚟得到黃沙啦。黃沙水產交易市場咧，近久遠之前，即係我哋講緊清末民初嘅時候咧，佢個貨運條件咧其實好差嘅，冇而家我哋見到啲石屎橋啊、石屎嗰個岸堤嗰啲冇啊。橋攞木嚟搭，貨運嘅棚咧就攞竹為呢個建築材料。凌晨咧佢就運到嚟咧，就好似天光墟咁鋪一個集市。去到我哋嘅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咧，都有呢種現象出現。天光墟呢個情況咧，亦都係黃沙水產批發市場嘅一個前身啦嚇。黃沙嘅基本情況介紹到呢度，咁我哋而家入去市場裏邊睇下啲靚貨嚇。嗱，好似做家蚌咧，就專門做蚌嘅，就好少做其他嘅。但係呢個做魚類嘅，喺石斑啊、老虎斑、一號玫瑰，呢啲咪做專門做黑金鮑嘅，又可以刺身，可以打邊爐，切片打邊爐。潮州有一種做法幾好嘅，可以做滷水啊，蟹佢又係專門喺呢啲帝王蟹。黑金鮑同帝王蟹基本上都係澳洲嘢啦，喺啲萬爪嘢嚟，呢啲咪平時啲潮州潮州檔口攞去做嗰啲做燒鹽嘅。而家我哋見得到呢啲攞出嚟咧就零售嘅，平時咧去後邊啊或者隔離啲檔口啲批發檔攞出嚟，攞出嚟賣。我哋平時去啲海鮮加工啊，咪喺度攞，咁啊佢乜嘢品種都有噶啦。入邊嗰啲大檔口，頭先我哋見到嗰啲黑金鮑啊、大料蝦嗰啲咧，佢係唔零售嘅，零售係只有呢啲檔口。嗱，而家我哋嚟到江邊半夜靠岸啲漁船啊，以後呢度一河兩岸咧，全部拆到去建築物嗰度。咁啊，呢度將來就做翻嗰個景點叫做漁人碼頭啊，漁人碼頭就喺呢一度啦。咁以後嗰個升級好啊，嗱，嗰度黃金廣場，黃金廣場咧就啱啱挨住黃沙大道路面，咁嗰個餐飲位就好啲。咁啊，但係咧以後越往入咧，其實都唔係話唔好嘅，因為佢呢度係望江嘛，望江咧其實有另外一種景象，有啲似
香港西貢或者係鯉魚門嗰個狀況以下，酒樓採購嘅呢啲嚟，其實珠三角地區咧，特別係唔靠海地區，攞海鮮基本上就喺度攞㗎啦，將來會保留翻室內，即係我哋見到啲石屎建築呢邊室內嘅大概係250到300間之間，到時候咧佢升級改造，我哋見到而家嘅咁髒亂差嘅景象咧將會消失，以後你見到呢啲林檔咧就全部拆晒，咁嗰邊會留翻個門口咧，就係愉景1號進出嘅。呢度以後就唔行車啦，全部係步行街。依家你望到白天鵝、黃沙批發市場咧，同埋對面呢個車場，即係呢個沙面島啊，會連通嘅。咁以後沙面島嘅旅遊人群咧，會同呢邊咧連成一個叫13行文旅商業區。我諗我影第二，冇人敢影第一吧。